因为你听啊，听一秒，听一秒，这个意思是讲，你意思拢唔通分，一直冲一冲起来，就是讲你只要心224种爱保持这个运动，你袂使互你这个心收办到这个心的体质，这部分就是大家改善。因为感慨千万里，原因修完有不懈怠的精神，要看到每一个浪花，一定经过原始的冲击。一个人离这个主干到起干，当然今日一直在担当英雄平安，他就是要做。咱在讲起来当中，就是因为咱今日离遮要到台北，我到台北，我离遮，但是我若要去到台北，爱行过3点钟。这个3点钟，这叫做实属的功夫。收到就产生这个时间。